未來3年最受香港企業歡迎嘅網站同 App 功能趨勢，喺數碼化深度滲透嘅商業環境中，網站同 App 已經成為香港企業連接客戶、優化運營嘅核心載體。未來3年符合市場需求嘅功能升級，將會成為企業提升競爭力嘅關鍵。以下3大趨勢將主導香港企業數碼工具嘅發展方向。1、全場景無縫整合功能，無論係餐飲、零售定係服務行業，企業對線上線下業務嘅融合需求日益強烈。網站同 App 需實現訂單管理、會員數據、庫存信息嘅實時同步，俾客戶喺門店、線上平台等多場景下獲得一致體驗，同時幫助企業簡化運營流程，提升管理效率。呢一種整合唔單止限於交易環節，更延伸至行銷推廣同客戶服務，形成閉環生態。而智能高效嘅體驗優化功能，用戶對數碼工具嘅響應速度、操作便捷性要求不斷提高，網站加載速度同 App 運行流暢度成為基礎門檻。喺指導基礎上，個性化推薦、智能客服、自助操作終端等功能將廣受青睞。通過數據分析勾勒用戶畫像，實現精準內容推送同高效問題解決，既能降低企業人工成本，亦都能夠滿足香港用戶對便捷體驗嘅追求。3、安全穩定嘅核心保障功能。隨住數碼化深入，企業同客戶嘅數據交互頻繁，網站同 App 嘅安全性成為信賴基礎，定期安全審計、漏洞掃描、數據加密等功能不可或缺。同時需具備靈活嘅升級迭代能力，適應不斷變化嘅網絡安全環境，為企業同客戶嘅信息安全築起堅固防線。未來3年，香港企業對網站同 App 嘅需求將從擁有轉向好用。上述3大功能趨勢正係基於企業降本增效、提升客戶體驗嘅核心訴求。符合趨勢嘅數碼工具將幫助企業喺激烈競爭中搶佔先機，實現業務持續增長。